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陈文玲，我问你，叶冠华要入来兴华，你为啥无甲我讲？你工课遮尔无用，我想讲我家己去拜托阿姐啊。毋对啊，伊伫银行做了好好，为什么雄雄要入来兴华？你是毋是无老实甲我讲？无啦，就冠华伊伫咧银行上班，工课压力足大、足辛苦的，然后定定为着业绩爱应酬，足忝的。伊伫银行压力大，毋是一两工的代志啊！伊拢做遮尔久啊，即马才化忝，是毋是啊？我下伫银行了代志啊？无啦，无啊，是我感觉，卡苏冠华的工课环境会当较单纯，毋免定定应酬，就有较侪时间会当陪我甲姨孙，安尼敢毋是足好的？那你会当先甲我讲啊？为什么要隐瞒我？你工课遮尔无用，我毋敢插你啦。而且因为冠华的代志，请你去拜托阿姐，你嘛会无欢喜啊？陈文玲，你想小妹呢？叶冠华好就是你好，为着你好，莫讲是阿姐，叫我去拜托张友玲，我咪去啊。好啊啦，阿姊，莫阁为着这件代志遐尼烦啊！安尼，等冠华入去公司。才麻烦你家己照顾啦。你吼，叶冠华当娶到你哦，真正是顶世人小好运。大姐，以后在公司就请你多多照顾啊。我对象拢真公平，无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定会好好做代志。时间差不多，我们要回去。阿姊，我先回去哦。大阿姨再见。再见。来，我看。创啥？你这创啥？我倒仔皮拢对不互你切破。我讲咧，分手戏拢白咧呐。安尼嘛袂歹啊，咱阁有当加演几场戏。你阁笑会出来哦？你家己看，过年落去，你家己听，感觉要做生理？这你毋免烦恼，我一个人惯势啦。即马像安尼，恁兜的人来我遮落嚟一个，我感觉阁袂歹。要毋过有一件代志，我感觉足奇怪。什么代志？就是文玲银行要入去恁公司的代志，敢若只有恁唔知影。我嘛唔捌，今仔日规家人的反应拢真反常。
非得就是规个聚餐的气氛，我就是感觉怪怪。安怎讲？你看迄个叶冠华，伊今仔日一直对我足好诶。因为伊要去恁公司上班，安尼真正常啊。毋那伊奇怪，今仔日所有人拢真奇怪。阮阿姐阿嬷还有张友莲，因的态度拢真反常。哎，我毋知要怎甲你讲。非得，因平常时毋是安尼对叶冠华讲话，尤其是文玲，伊硬要来兴华，伊头一个无来找我，煞走去找阿姐。然后，我今仔日才发现，这件代志只有我一个人毋知影，就好亲像因挑工伫阮骂一个什么秘密共款，你敢无感觉真奇怪？你看你，平常时互人偌大的压力，竟然拢无人甲你讲。上好是，我想讲，文玲毋敢甲你讲这件代志，敢嘛是因为伊感觉你一定反对。我为什么要反对？我承认我是无遐尼介意叶冠华，也毋过安怎讲伊是阮妹婿，假所以真正拄着啥物困难，敢讲我会见死不救？你会救啊，也毋过你一定啪噼里啪啦骂一大堆才救。所以你意思是，文玲毋敢甲我讲，是因为安尼啊？有可能。其实，阁有一件代志我无甲你讲。进前有一摆，文玲来阮店内，我看到伊偷偷在流目屎。欢迎光临。文玲，你哪来啊？姐姐，需要啥物才甲我讲。敢摆我靠互恁阿姊甲伊讲。莫甲，你莫甲阮阿姊讲我伫咧遮，我坐一时就好，我无代志，正是多谢。你哪一直讲，即马才甲我讲？伊就叫我莫甲你讲啊。伊叫你莫讲，你就真是莫讲哦！你什么时阵遮尔挑话？哦，文玲为什么会哭？是毋是经济拄着啥物困难？哎呀，一定是因翁叶冠华一工敢有想要发财，也毋知是毋是投资啥物失败啊，钱了去啊！但文玲这个大戆蛋！停！你看你就是安尼，代志拢未摸清楚就开始骂。我相信文玲毋甲你讲，一定有伊的困难。伊有困难就搁较应该甲我讲，我是因阿姊呢，世界上有啥比我搁较关心伊？好，就算你是阿姊，你嘛袂当用你的角度、甲你的看法去看别人，安尼互人压力真大呢。我互文玲压力，你对也是毋对啊？我是为着伊好呢。你敢袂当莫干来听你想要听的话？迄是为你讲的话无好听。对无好听啊？我无想要甲你讲啊。拄则应该冤的时阵你毋冤，人拢走了，你我互谁看？等问记。自头到尾，我就无想要甲你冤家。哎呀，我实在食到有够饱啦！我食到一个巴肚足胀的呢，张嘉贤，阿妈有人欠呢。啊，你即马是安怎？甲阮查某囝面风爽爽的，就拍算一甲头开啊，是无？有莲啊，伊是啥人啊？阿嬷，伊就是周明芳的妈妈蔡素贞。哦，你就是迄个毋食老母迄个老母哦。无你即马是啥物意思啊？有人，你先带有你入去。好，阿嬷，咱先入去。哦，吼，你后生饲了袂歹嘛？哎，你做这上天害你的代志，毋惊后生出代志哦。恁两个先入去啦。阿嬷，咱哎呀，恁两个先入去，阿妈处理其他代志啦。去啦！去啦！
伊就是周明峰迄个歹妈妈。对啦，卖问遐济。你来创啥？我今仔日爱你甲明峰交出来。你今仔日若是无甲明峰交出来，我绝对袂放恁丢家煞。是啥物系袂放阮煞哈？你这做老尾嘛真奇怪呢。恁查某囝无去啊，你就爱去警察局报案啊，叫警察替你找。你走来阮兜找人，阮这毋是收留人的啊。我得甲恁后生讲话，恁莫插嘴好无？明峰离家出走啊，佮讲要甲我断绝母仔囝关系。你家己看，莫搁敲电话给我，嘛莫搁去找家生麻烦。咱母仔囝的情分就到这为止。你有看到无？你看，我家己一个人辛辛苦苦甲我为的查某囝饲大汉，明峰讲细搁一百代志，你甲伊骗去美国结婚，结果咧，你的良心互狗剥去啊！你着这样薄情啊！我甲你讲，要离婚会用的，你信用费提出来，要偌济？1000万就好。你甲阮查某囝做伙，感觉神啊，就要放杀咯！你食较歹咧啊！你是咧讲啥啊你哈？你讲话真歹听呢哈！要结婚还是要离婚，还是因两个人的代志。即摆互相欢喜甘愿，因也毋则转下落去。你这老母哦，哈，人个查某囝是笑命命、疼命命，啊，你甲人无共款啦哈！你甲伊当做摇子树安尼摇哈，来阮兜安尼卡油哦。有你这种老母有影可怜悲哀啦！你这老太婆，我尊敬你是士大哦，所以才无讲你。你要讲是无？来啊！我这个老母安怎？哪像像你，饲出丢家成这种负心汉，教阮查某囝骗去美国结婚，转来啊，连你丢家的门都摸倒入去。我看恁丢家嘛无偌好，运气足歹的。影啦无，恁后生哪会搁离婚搁死某啊？阮查某囝明峰嫁过来时8二好，甲恁兜冲喜，你讲无正常？你是靠腰啊！要安怎？你讲话啊！这个人啊，来啊！你敢这个冤家呢哈？啊，讲袂听，点去啦！妈，嘉诚啊，你看这查某安尼生下气呀呀哈，讲话都要侮辱人啦，侮辱你，你无要讲几番话哦。妈，你莫甲伊生气，你安尼生气唔得啦。来，蔡素贞，明峰无啥物见你，是因为你回足艰苦的，袂当过别人。你嘛免想要为我遮摕到一点钱，请你即马就离开，若无我马上报警。哼！妈，咱入去。好啊，你去叫警察啦！你上好连记者总叫来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恁丢甲靠势家己有钱就欺负人，无天理啊！无天理啊！恁大家拢来看，拢做伙来看，看这兴华集团董事长是啥物款的人，啥物款的负心汉。我一个清清白白的查某囝，互伊花钱甲伊骗去，结果咧，伊讲无爱听就无爱听，伊即摆失踪啊！我毋知伊到底是安怎。我今仔日也找袂到伊，我就死在这互你看。来恁啊，你来评价你啊！蔡素贞，你莫胡乱啊！起来！拢来看！起来！我要报警！今日一定要起来！大家来看！你是哪耍袂哈？你真正是出事啊！过来啦，妈，你插吧！妈，你卖插！妈，哎呀！妈，好啦，你妈你啦，妈。是啊，吵啊你哈！妈，别动你都无听呀哈！我要给泡死！这个查某哈，我就要给泡死啦！妈，好啊啦！什么好啊？我今日出去后面替天行道给泡死！好啊！沈立雄，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我无甲老大人动手，我走。张家成，今仔日明峰若是转来，咱就当作无这件代志。若是明峰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甲明峰做鬼都
哎真正是，哎，你救妈，妈，救人啊！妈，你！好啊，你莫这里生气，注意你的血压啦。你听看嘛，你听伊在念什么啊？哈哈！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好歹你就莫来哦，你来一个我拍一个，给你拍到念要病，熬袂出来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梦檐下。这查某真有够夭寿啦，根本就是要卖查某囝嘛。莫生气啦这。种人吼，早晚有报应啦。哼，哎，阿妈，气死恁茶啦，恁茶啦，袂看到我气呢哈，讲话敢袂听呀，真正是。妈，你嘛实在是，何必甲迄款人生气啦？咱根本无需要甲伊一般见识。伊拄则讲的遐话，敢听会落去啊哈？你拄则就唔通加油啦。也毋过阿嬷，你拄则足厉害的哦，安尼，哦，气功毋是练假的哦。迄是恁爸加油的，啊若无我就是甲伊讲甲互伊做到背的。嘉诚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甲迄个周明峰讲，叫伊吼毋管安怎，毋爱去甲伊骂大，因为甲伊骂大吼，伊一世人会带衰。哎哟，来好如此，你住海边啊？是啥物？我住海边啊你？管足快呢！阿姨无法度来咱兜，你搁叫伊莫转去，你要去倒位流浪啊？啊？好啦，阿妈，以后这种代志，互爸去处理就好啊。万一你拄则受伤，或者是血压侵犯，要安怎？真无价值啊！互恁爸处理哦，伊若是要处理，煞去啦！我无爱念恁啊啦，子孙自有子孙吼，我加讲无效啦，对无？我若搁讲我血压真是凊悬啊啦，我毋是爱念的人，念恁这个人嘛无效，念嘛无人要听啦哈，念颠倒个人怨，食了个人老，哼！爸，你明仔载透早的飞机，你行李敢拢款好啊？款好啊，公司就先交互你，冠华就特别来报道啊，你安排一下。我知影。牛奶甲胖我买好啊哦，放在冰箱的。好，多谢。你咧创啥？你当要去新华上班啊？我想要甲你的西装整理你的，趁洗衫定袂休困，紧摕去洗啊。哦，系啊。我哪会袂记你？又搁安怎啊？我本来今仔日想要甲这个食谱摕互阿姐，请伊替我交互明凤阿姨，伊毋过还是袂记哩。哎哟，伊甲阿姐无可能啦，毋免甲斗相共啦。明凤阿姨定定甲我斗相共，因明仔载就要去美国办离婚啊！毋知影敢有机会阁见面无？上好是永远拢莫见面，若毋是迄个周明通爱管银仔事，我嘛袂遮水。冠华，我摕衫去洗，顺便转去一撮。遮尔晚，你阁要转去哦？我想讲，甲食谱摕去互阿姐，明仔载早起，请伊替我交互明凤阿姨。还是你要载我去啊？我载你去，妈无伫的呢。我载你去，干那留遗选一个人在厝里，安尼唔通啦。你坐警车去啊？哦，好。喂，宝贝啊！规工毋接电话，即摆开来创啥？哎哟，你莫生气啦！我陪阮某转去食饭啊，身边拢是人，我哪接电话啊？哦，是哦，安尼你即摆哪会有闲卡？哎哟，伊出去啊，所以我马上就敲互你啊！宝贝，我甲你讲，即摆情形特殊啦，我要去新华，为了莫互张家人怀疑啊，你就较体谅我的啦。对，恁某是蒋家小公主，你即摆爱甲伊捧伫手心，准备转去新华做你的驸马。
哎呦，我才无想要去好无？因互我去兴华，就是要甲我过条条。我看吼，我以后日子哦，歹过啊。冠华，我问你哦，你去兴华薪水应该比伫个银行上班搁较济吼？哪有啊？莫做面盲好无？兴华遐尼大，你去做副经理，上无嘛有15-16万啊？就真是无啊。到底偌济啦？你紧讲。就，哎，就8万啊扣税啦。哈？才8万？张家哪遐尼苦啊？哎呦，宝贝，我心内苦哦，就敢若你了解啦。我伫银行上班哦，虽然底薪较少，也毋过有奖金吗？我即马伫兴华哦，就敢若领迄份固定的薪水啦。宝贝啊，所以迄个贷款，敢没着顺拄煞。你免想啦，也毋过看伫你遮尼可怜的份上，一个月我甲你摕3万就好。哈？我3万哦？安怎嫌伤少是无？哎，无，3万，就3万。宝贝啊，你上体贴啊！你看我以前做银行做了好好，真无可能有人面啊，丢甲一句话就全部拢无安呢。啊，恁着人爸有够凶的，竟然有这步。也毋过冠华，你伫我心目中永远是上赞的，是张家的人无敢讲。哎，为着咱的将来哦，我嘛是爱忍耐啊。宝贝，你要加油哦，我爱你。我嘛爱你啊，拜拜。阿妈，文玲，啊，你哪才回家来啊？我要摕物件互阿姐，伊敢困啊？啊，伊明仔载要出国，早早就去困啊啦。啊，你要摕啥互伊啊？这吼是我家己写的食谱啦，哎，想要送互明芳阿姨。阿妈，你莫误会，因为我感觉明芳阿姨人足好的，最近搁甲我斗相共遐尼济，我毋知影要安怎多谢伊。想讲伊对煮菜嘛足有兴趣的。这本谱啊，有阮妈之前教我煮菜的撇步甲配方，规啲内容我拢已经背甲足熟啊，会当全本送互伊。你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就是这样善良啊。阿妈，啊？虽然我甲明芳阿姨才熟悉无偌久，也毋过我真是感觉伊是一个足好的人。伊为着想要得到咱的认同，一直拢足拍拼的，看会出来，毋若是做互人看尔，是真心甲我当作亲人，关心我，陪伴我。若毋是大家一开始就认定伊有企图，我真是感觉明芳阿姨是会当陪伴阿姐的人。我相信阮妈妈一定会希望阿姐身躯边会当有照顾伊的好查某人。你讲的阿嬷拢知影。也毋过，好啊，莫讲这个啦。非得恁阿姊拢已经决定啊。无要紧啦，阿妈，也是会当做好朋友啊。所以，我也是想要把这本食谱送互明芳阿姨。好啦，阿嬷才甲这本吼摕互恁阿姐，哈。多谢阿妈。哎哟，遮晚安尼，较早转去休困哈。阿妈，你嘛较早困好哦。好，你去去啊。遮晚落爱说你哦，哈。阿妈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
秀官，你若是搁伫咧，家庭嘛袂遮尔孤单。阮恁的婚姻出状况，你若是搁伫咧，厝内嘛有你这做妈妈的安慰伊，伊嘛袂遐尔痛苦。你要过身的时阵，你甲这个囡仔交互我，你叫我爱代替你，好我照顾因，好好保护因。结果，我煞互文玲受到遮尔大的委屈，妈对不起你，妈对不起你。你会原谅我对无？即马厝内，因为民风的代志，惹少侪风波，我毋知影应该安怎讲。一边是后生，一边是孙，你甲妈讲。我应该安怎做才好？我应该安怎做才会圆满？秀官，妈，你要去倒位啊？甲你去机场啊！你毋上车，你徛咧创啥？阮妈要陪咱去机场。阿爹，是，毋免去机场啊啦，咱来等。老头家娘，无要去机场啊。毋免，来等啦。嘉诚，你妈讲要转去厝里，你两个是要在这看风景，是加转去啊？妈叫咱转去，都听伊的啦。哦。恁两个缀我来楼顶。贵了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张家祖先在上。
跪在你面头前的是张家不好子孙张家成，第一身躯边的叫做周明芳，伊是家成的第三个家后。本来这场婚姻我嘛是无赞成，不过昨暗我听到阮查某孙讲的话，佮看到壁顶的相片，我想足多，我想到张家的过去，更加想到张家的未来，所以最后我做这个决定，家成已经有岁啊，身边确实要有一个查某人会当照顾伊，而且因在美国已经办结婚啊，有翁仔某的名，即摆才甲祖先禀报，求张家祖先爱原谅，以后周明芳就是咱张家的翁。甲祖先拜拜，求祖先原谅恁，嘛保庇恁以后会当久久长长。起来啦！已经拜过祖先啦，这表示讲，我同意明芳入咱张家的门。妈，多谢你的成全。多谢妈。虽然我答应你做我的新妇，也毋过我并无打算要办婚礼。家成已经娶第三个啊，无需要四界发帖啊报人知。你嘛莫认为讲我是针对你。当初家成要娶秀官的时阵，我同款无互伊办婚礼。妈，杨国明芳是头一届结婚。查某人总是希望，我做这个决定，你敢会感觉委屈？妈愿意接受我就已经感觉足感激啊！只要家成会当陪在我身躯边，有办婚礼也是无办婚礼，迄拢无重要。真好，在祖先的面头前，甲话讲互清楚，莫出去外口讲你在阮张家受到什么委屈。我袂感觉委屈，我会当继续来张家做新妇，有家成陪我，有张家的人会当做我的亲人，我就已经感觉足满足啊！今仔日算是我甲阮后生完成一件人生的大代志。以后大家拢是一家伙啊，有啥物话在厝内讲就好啊。若出去外口，面对外口的人，张家的人就要共心，有听到无？有啦。我忝啊。
我要伊房间休困。妈，唔免啦，我身体还阁真好，唔免人吵。明峰啊，免着急，妈答应互你入阮长假，对咱来讲已经是真大进步啊。阿嬷去村口创啥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爸，你毋是要去机场？恁讲，我去准备妈的早顿。爸，到底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恁阿妈答应互明峰入长假，今日早起，伊讲要甲我去机场，其实是为了要甲明峰带回来。阿嬷，伊奈雄雄改变心意？歹势，嘉诚，我想讲妈早起是毋是想要食糜？伊若是想要食别项，我去外口买好啊。这吼，我拄则有看到阿嬷，我先去找伊好。我安尼雄雄转来，大家拢无心理准备，敢会互你足歹做？袂啦，这是妈的决定。有莲即马去找妈，妈会解水啦，你免烦恼啊。阿嬷，啊？你哪知阿嬷在遮？我拄转来的时阵看到你来遮，啊，也毋过我入去了后，搁看到爸甲周明峰。爸讲是你去接周明峰转来。阿嬷，你真正毋是坚持反对周明峰入门，奈雄雄搁改变想法？有人啊，你一定得怪阿嬷，无甲你参详就甲明峰带转来对无？阿嬷已经遮侪回啊，会当搁食偌久，阿嬷嘛毋知影。将来恁这囡仔虽然有虽然的家庭，阿嬷想着，剩恁爸一个人孤孤单单无人照顾，阿嬷心内就足艰苦的，阿嬷就走袂开骹。哎呦，阿嬷，你搁遮尔健康，烦恼爸要创啥？而且爸搁有阮遮的后生查某囝啊！就是因为有恁这囡仔，阿嬷才互民风入门啊！这间厝袂当无一个女主人，有足侪代志，查某人是无法度处理的。就像文玲甲冠华这件代志，若毋是民风伊去发现，出手斗相共，恁爸哪有才调处理啥物啦？文玲这个查某囡仔，拄到这种代志，嘛袂晓转来厝来讲，一个人家己点点啊忍受。阿嬷若想到伊，就足毋甘的。昨暗文玲，伊足晚才来找阿嬷，伊摕这本互我，这是伊自细汉缀伫守关的身躯边，
一字一字写落来食谱，伊讲要送互明芳。可是，伊若无甲明芳当作是一个好朋友，无甲明芳当作是一家伙仔，伊敢有可能甲这尔重要物件送伊？明芳甲文玲斗3工过，等于甲咱张家斗3工共款。伊对咱张家有恩，阿嬷若是甲伊赶走，这敢讲会过啊？这毋是阿嬷做人处事的方法啊！是的啦，我嘛无清着做哥哥的本分，无甲斗相共着。恶人啊，毋通安尼讲。你是张家的大囝，厝内大大细细的代志，你拢处理了真好。你为张家尽心尽力，阿嬷拢有看的，这袂当怪你。颠倒，阿嬷较烦恼的是你，阿嬷感觉足对不起你。阿嬷，阿嬷有答应过你，无要互明芳入门，来破坏你甲慧敏的婚姻。也毋过真侪代志，阿嬷实在无法度做到两全其美。阿嬷答应互伊入门，也毋过无要互伊办婚礼。希望阿嬷安尼做，会当得到慧敏因爸爸妈妈的谅解。阿嬷，我甲慧敏的感情真坚定，任何人拢无法度影响。阮嘛讲好啊，等选举结束了后，阮就要结婚，这点袂改变，你免烦恼啦。敢真实的？真实的啊，我挂保证。真实的？好，安尼好，安尼恁的婚礼吼，爱互阿嬷办哦，阿嬷会甲你办甲足请呀，互你做面子，甲慧敏带入门，好无？好，就安尼讲定哦。光华，以后莫亲像今日同款，爱定定拨工陪文玲义选，工课重要，嘛袂当忘记你家庭。阿嬷希望你来生活，你得要认真做，莫像以前同款黑白来计吼吼。你爱甲有丽甲文琪同款较拍拼咧，互文玲吼过幸福的日子，知影无？我感觉，假使冠华的工作环境会当较单纯，免定定应酬，就有较侪时间会当陪我甲伊选，安尼敢毋是足好诶？进前有一摆文玲来阮店内，我看到伊偷偷在流目屎，我相信文玲毋甲你讲，一定有伊的困难。喂，阿姊，我伫恁兜楼骹，你来一下。阿姊，你哪有闲来？我问你，你甲杨冠华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我毋知影。无啊，迄天伫咧交换店内就甲你讲无啊。无，安尼你是安怎偷偷走去交换的店口？我哪有哭？交换拢看到，你阁毋信任？我迄天只是有淡薄仔烦，非得甲冠华无关系。陈文玲，你莫骗我！你的个性你伫想啥？我敢会毋知？若是无代志，你来雄雄互叶冠华去兴化，是毋是阁了代志啊？无啦，你莫有白药。好，你毋讲心，我直接去问叶冠华。哎，你莫去问冠华，冠华。伊伫外口有别个查某人。你是来报道的叶副经理是无？我副经理呢？是。坐车？想要啉啥？咖啡伫收容倒手边第一间。几个办公室？
就两个人哦。其他人伫会议室甲陈总监开会。大家搞早，我来替大家订饮料。公司这边若是无代志，你就去家长看卖，敢有需要到三工的所在，莫伫遮叫咱人做代志。阮会晓代志，我甲你会师咧。唔免啊，即摆你入来这间厝，就是张家的人。关系以后这间厝，就无这个姓陈的位置啊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，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。